係西藏。大家好，我係 Sylvia， 歡迎嚟到西藏之旅 EP3。上一集我哋由林芝玩到巴松措、羊卓雍措，同好期待嘅珠穆朗瑪峰大本營，仲有高反體驗。今日嚟到第3集，亦都係今個西藏之旅最後一集。由珠峰落山開始，到翻拉薩旅拍同布達拉宮小遺憾，最後安全翻香港。如果你中意睇我更多嘅旅遊體驗，記得由而家 like 同 subscribe 我啦，撳埋個鐘仔，咁之後每集都唔會錯過喎。好啦，一齊繼續出發扎西德啦。第7日一朝早由珠峰大本營落山，搭環保大巴落去換乘中心，之後司機小海接我哋翻日喀則。因為前晚高反太辛苦，嘔咗3次先至舒服啲，想快啲去低海拔地方休息。之後去咗扎什倫布寺，係藏傳佛教格魯派6大寺之一，班禪喇嘛住錫地。因為身體仲未完全好，我哋冇入去，只係喺門口影相留念，當係到此一遊。夜晚食咗小肥羊火鍋，人均大約人民幣50蚊。今晚入住維也納國際酒店，之前早2日都住過，整體都唔錯。第8日由日喀則出發，先去影瓊木岡日雪山，司機小海仲用航拍幫我哋記錄低。之後因為天氣關係，直接去納根拉山口，海拔5000米以上，白茫茫一片。我哋玩雪、掛5彩經幡，仲灑咗藏族特色7彩紙，超開心。之後再去埋納木措，西藏3大聖湖之一天湖。呢個湖海拔4718米，係世界上最高嘅大型鹹水湖。湖面面積足1900幾平方公里，周圍比臉青唐古拉雪山環繞，好似神仙住嘅地方咁。湖水顏色會隨住天氣同光線變化，由深藍變翠綠。嗰日雖然多雲，冇見到最靚嘅藍天倒影，但我哋行咗湖中間嘅步道，兩邊都係水，好似行喺湖中心咁，好特別同神聖。之後仲體驗咗騎馬入湖邊，亦都可以體驗同白色牦牛影相。不過我哋今次就冇影啦，因為喺羊湖嗰度影咗，湖邊有好多雀仔飛嚟飛去，感覺好特別。第9日我哋返到拉薩，午餐去咗 Spice House 香料屋印度餐廳。呢間印度餐廳位置近大昭寺，食咗咖喱、烤餅同印度特色菜，味道賣相都唔錯，適合想試異國風味嘅朋友。人均大約人民幣80到120蚊。之後去大昭寺同八廓街，八廓街係拉薩最古老嘅街道，藏族信徒會順時針轉經，一邊念經一邊圍繞大昭寺行，係藏傳佛教重要嘅修行方式，累積功德祈福。有啲好虔誠嘅信徒仲會合長頭，即係全身伏地靠拜，一步一拜，好有毅力同信仰。我哋見到好多人喺度轉，感覺好特別。之後 check in 拉薩赤江拉揚古蹟酒店，西藏當地風情酒店第2名。第1名就係我哋第1日喺西藏已經住過嘅拉加里雪龍莊園度假酒店。呢間係古蹟酒店，每晚參考價錢大約人民幣500到700蚊起，位置一流，行路就可以到倒八廓街同大昭寺。包咗下午茶，房間有藏式特色，但係古建築，冇電梯，要行樓梯。酒店職員會幫手搬行李，設施舊啲，如果你行動唔方便就唔太適合。不過呢種古舊體驗好特別，我哋覺得整體唔錯。夜晚因為爸爸中意食羊，去咗烏托邦烤羊腿餐廳，裝修新淨，烤羊腿香脆入味，我哋都大讚，人均大約人民幣80蚊，強烈推薦。第10日我一朝早就去影我好期待嘅西藏旅拍，之前喺新疆影過一次，體驗好好，嚟到西藏都想體驗一下。早1日已經去咗幾間店鋪睇，同埋上網睇攻略，因為去旅行最驚就係中伏，時間有限，只係得1次機會，所以選擇都要好謹慎。最尾揀咗呢間西域攝影，因為佢網上評價唔錯，有我想要嘅服裝，當然都好近大昭寺同八廓街。我喺小紅書睇咗唔同西藏藏服，揀咗呢套紅黑色古典西藏公主風格。化妝師手勢好純熟，化得幾快又靚，攝影師好專業，會教我哋點擺 pose， 同帶我哋去靚位影相。呢套衫相對華麗傳統，厚毛領加豐富頭飾，感覺好似西藏公主咁，適合寺廟街頭打卡。當時我買美團套餐，只係人民幣268蚊，包服裝、化妝、攝影師、包底片同埋徵收10張。個人覺得唔需要另外加錢再買徵收，因為審美未必一樣。加上原本底片都已經好好睇。影完之後，我哋食咗啲嘢，就跟住預約時間去布達拉宮。點知去到先發現入唔到場，原來一個電話號碼只可以預約1個人。雖然小程式入面可以添加人員，我男朋友幫我添加咗個人信息，我細佬又幫爸爸媽媽添加咗同行者信息去一齊登記，亦都成功整咗個二維碼出嚟。但我哋去到嘅時候，系統就話唔成功，個二維碼入唔到場。當時完全冇任何補救方案，最終都係入唔到去。因為我哋第2日就要離開，所以好遺憾去唔到布達拉宮。
大家之後一定要留意返呢個情況，記得要每個人自己去登記，或者預先向當地問清楚，以免好似我哋咁入唔到場。之後我本來想去第二間旅拍店試下唔同風格同體驗，但去到另一間嘅時候，佢哋太忙啦，冇時間招呼我哋，只係整咗個頭少少，就將我放喺度，好耐都冇理。坐咗一段時間，都係決定離開，唔等啦。由於時間無多，加上原本嗰間服務都唔錯，所以我哋決定返西寓影埋第二套。今次揀咗一套藍色清新風格，呢套白毛配藍裙比較優雅同仙氣啲。對比兩個攝影師，個人覺得第一個攝影師取景比較好，影到有西藏建築特色嘅背景。第二個影藍色呢套取景就相對普通啲，多數用門口或牆壁做背景。但真係要睇運氣，即使同一間店鋪遇到嘅攝影師都會唔同，技術同角度都有高低之分。留言話俾我知，你覺得第一套定第二套好睇啲？西藏旅拍整體體驗，我覺得好值得，因為有時有我哋自己影，可能影100張都冇一張靚，但攝影師幾張已經有好好效果，又慳到時間。推薦大家嚟西藏都試下影藏服旅拍。不過因為我去西藏都已經係一段時間之前，所以只係供參考。我唔清楚而家呢間攝影公司係咪仍然有咁好嘅服務，大家可以以我呢個分享作為一個參考就好。之後影完再去烏托邦烤羊腿食晚餐，結束呢一日。第11日，我哋拖住行李由拉薩飛去重慶，即日返深圳揼骨過夜。第2日食完飯就返香港，完成今次11日嘅西藏之旅。西藏真係又靚又難忘，雖然未盡完美，冇入到去布達拉宮，但係可以同屋企人一齊經歷高反、睇雪景、睇轉經、旅拍，每一樣都係好難忘同好珍貴嘅回憶。我係 Sylvia， 我係一個好鍾意去旅行嘅香港女仔。如果你想睇我更多旅行體驗分享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、撳埋個鐘仔，扎西得啦。多謝大家支持，我哋下次見。